潘尼一张日嘅台南热气球嘉年华会，上嘅差唔多46万人次去了，直接带来为4亿嘅经济效益，还为台南带来为10亿元嘅周边商机。前年嘅一天，我哋也报道嘅台湾第一摆嘅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同样看得出幾多人想去體驗比起來嘅感覺。更加唔單止台東、台南，包括南投、花蓮，甚至高雄，也都想去發展熱氣球觀光。值得反省嘅係安全同設備有掌握個初期嘅冇。前幾日嘅愛去有名嘅觀光勝地盧克所發生熱氣球喺半天高爆炸，19個人死，係對比較加減引起嘅疑惑。交通部民航橋路表示，打算愛屯熱氣球難以管理，愛比照航空器來管理。台東縣則表示，今年頭一擺愛推動嘅熱氣球自由飛行，唔會受到影響，唔過會韓國人調軍升。唔除安全問題，喺台灣天燈內陸有熱氣球嘅熱氣球還會試行1久呢。拿錯了，對，要稍微抖動，稍微抖動，慢慢往後面走，往後面走。天天嚟攞熱氣球嚟睇來，唔是幾久嘅太麻古宅嘅戲呢做出來嘅。大電風扇。太天山夫婦館景象，一落風趕落去，熱氣球嘅鐵階段按做冷膨裝，用送風機落空氣趕落去，等到拉太熱時節，將開始噴火，按做小膨裝。喺講規則過程順序，5分鐘邊呢，熱氣球就做得起起來，咪做嘅氣球。一早喺度台灣西部頭一擺拍呢熱氣球嘉年華發通。走馬袋農場啦，這個已經邁入第21世紀，已經25週年了，當然，走馬袋農場也要尋找一個新的節目來讓遊客來體驗，所以這個目前整個國際最夯的項目就是熱氣球，這些熱氣球活動在我們這個台灣的這個西部、南部都沒有舉辦過。熱氣球順時起起來嘅，但就算落連啱咩喺氣流晴天嘅時節，咩比熱氣球一定好嘅時間，一到年大咗就來體驗坐熱氣球嘅快樂，也係來翕相。一場熱氣球嘉年華會相關嘅數字檔號，同發通期間，日前參觀嘅大概只有46萬人次，來坐熱氣球嘅大概25000人次。在國家嘅睇下去，買農場相關嘅商品，飲食消費一道，直接帶來4億元嘅收入。喺講家附近嘅體內，要將其一道觀光景點，咪為台南帶來強強嘅10億元嘅生意。台南市農會呢來辦這個熱氣球呢，整體性雖然也給我們農場呢做了一個這個知名度的打開，其他呢可以說我們整個大台南市的觀光休閒產業也在這次的活動帶動之下呢，可以說各行各業的都非常的高興，也會增加了很多的收益。當到古上講到了，佢都當到人嚟買啊，就當買，佢買人哋要。就是拿到嘅鄉下的東西，都會講土雞啊，乜嘅攏總有，本土的都路光都看得到。其實安尼攏冇吃到啦，唔過我哋咧真見咧去做統計圖，安尼做起來哦，真嘅成長當多。咩本人提供哦，也邊有那邊個安多好料誒。走馬袋農場在以往的這個多年的經驗啦，疫情這個整個族群都有了，但這個年輕子的一直在減少。但是我們今天辦這個熱氣球活動，把整個年輕子都拉回來了。今天來走馬袋農場要做熱氣球的80%都是年輕子的，20%是年輕的叫他媽媽來做的，讓他爸爸媽媽來做的。不要讓麵粉噴出來了哈。噴出來了。對，剛才那是錯誤的示範。小朋友當認真睇看，學定按樣做出合適的木槽饅頭。這馬來農場面積有120公頃，頭擺主要係種木槽，本單位來人客，單單係老人家。因為一擺嘅熱氣球嘉年華，要留後生人帶入來，老木廠沒有新的轉變。走馬袋農場是以種草起家，
所以中马泰农场在每年它都有办个牧草节活动，但是时间已经经过好几年，当然一定要有新的活动，当然中马泰农场是配合季节性啦，因为农会就是跟农民有关，一些农产品的这个促销活动啊，这个我们是时常在办的。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热气球比江上，远远看下去，看得到山岩同岩岩形成的长灰岩，要做攀岩来体现。也特别因为体质较唔适贴，韩国河坝水经过，看下去气岩色彩，乃做係变光色白。因为攀岩来碱性较高，古时连草诶没生出来。就是青灰岩，这属于这个月树界的这个整个山岭的延伸过来的地形，所以你在做热气球往上看呐，到上面去看，可以看到整个白垩土的地形，还有卓玛泰农场旁边就是曾文溪流域，可以看到整个曾文溪流域的弯曲的流转的这个的地形。Taiwan is a very nice country, and it is always good to come here and fly. Very good landscape, very good people, and very good weather to fly balloons. So it is a new experience, but very awesome. 热气球比江上的土地动简单，主要因为射空气比冷空气较强。一般来讲，一张热气球有球囊、吊篮同架设的设备三只部分。Right now we are inside the balloon. This is the balloon canopy. Balloon material is made of nylon. You know nylon? In Taiwan you call it nylon. It is nylon. 热气球两种分，一个是原地升降，就是培训或者体验，这叫细流升空。OK， 西部或者各大都市，我们在国父纪念馆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叫细流升空，它不影响到航道的。OK， 那么只有自由飞行，我们叫 free flying 的，只有花东纵谷，这96年民航局已经通过了，就是假日300米以下申请航道可以开放。台南做马来发通章结束，接下來南投日月潭花蓮的素材，要通過攀熱氣球發通。台灣千座攀熱氣球嘉年華發通喺台東，剛開始還係用非正式嘅名義帶頭突破法定嘅限制。到前2年的熱天，台東熱氣球累積了100萬人次人潮，今年6月嚟要攀第3屆嘅。對高院士也當出現爭取要攀熱氣球投入比江上嘅體驗，台東也有這個意見。台南那個活動說什麼？現場的總指揮告訴他們天候不宜，可是承辦的那個廠商在商業的考量之下，硬要升球，然後讓那個球東倒西歪的，你看不到那樣的狀況在台東，因為那樣的狀況只會把台東台灣這麼年輕的熱氣球的這個生命扼殺掉。我們前3個禮拜開始執行營隊，到現在第一次發生的事情，就是必須讓熱氣球在地上翻滾。為什麼？因為風一來的嘎，然後風一直在捲哦，過程裡面呢，我沒有辦法去抓它要倒球的時候要倒哪一邊。對開放熱氣球比江上嘅風險，民航局嘅態度一直當謹慎保留。到台南熱氣球發通期間，民航局嘅人即上台檢查設備。不過對熱氣球飛行協會嘅角度來看，熱氣球其實代表一個國家民間航空科技能力、老市場接觸度同消費能力。熱氣球可以來安裝，係因為投入嘅體驗。消費者看得到太馬故障嘅熱氣球，又有安全嘅臨床震撼感。不過驚到咩時候呢？熱氣球發通嘅發展特極嘅，係個冇安全教育，顛倒對日航將發展起來運通唔好。那我認為仿效不應該用抄襲2個字說人家抄襲偷襲我認為這是不禮貌的用詞，應該是他們只是仿效。那麼這個問題看出來一個就是說，想舉辦的業者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因為他們沒有新的創意。所以認為台灣就是這麼一個不好的現象，就是一窩蜂。很多縣市要辦，我還是覺得，因為我們最近也看到，有時候是因為風，它沒有辦法去做飛行。可是這些有很多縣市，它所設定的一個時間，飛行時間，坦白說，這已經有點違反國際的一個所謂的專業規則。台東表熱氣球素材喺度落入高台，
也特别比行站运通本单主动有名。龙牙高台迄套运安村，头摆喺全國十大經典農村其中一類，也變作休閒觀光重要素材。台南熱氣球將開始比嘅時節，佢也都沒有得受理。其實大家人做嘅煩惱講，對呀，你都也向來講，哎呀，有呀熱氣球嚟，配向又有，哎呀，我影響到銀行冇，這度也唔係，因為你呀。環境冇共樣，體力冇共樣。你個台南嘛，台南自己做埋嚟嘅，有個飛行嘅航道咩？你台東冇，所以講佢到做得按樣4流天天，縮嘅白的，按樣多按樣做按樣上起下來按樣天天。一下高院示範熱氣球發通嘅方式，對熱氣球到比行業規套嘅嘗試，單意思外國人。不過一張熱氣球同樣到幾百公斤，價值千少幾百萬元。比行業又係世界各地來嘅，本錢當初，台東人認為生涯當今就不應該搶標一層營養嘅。不過熱氣球協會認為，乃至有咩以後，台東人老高演示並唔係競爭嘅關係。任何的觀光活動，其實如果只是短暫式的，就是說自己沒有參與，可是只是全部都要靠外地人來，外界的人來支撐你，才有辦法讓這個活動可以舉辦。那這樣我覺得它就不是一個所謂的，也不是國貿局要我們走的路啦。台灣非常適合，比如說高雄縣有興趣。那麼不管是澄清湖還是山林區，那麼台南總麻來長這個永續經營，那麼包括了南投縣長或者南投市長在月潭或者在南投，那麼一直到宜蘭，一直到花蓮，那麼我認為是好事。站在一個專業推廣立場，我希望輔導每一家都是成功的，而沒有競爭的，讓消費者自己有絕對的主權去選擇。對國外利益來看，係講各有各做法。各地主要熱氣球發通，冇天窗唔好，韓國也下台灣，咩還有整合的機會。日本有4個大島哈，那麼在最下面那個九州有一個離海岸最小的一個鄉鎮叫佐賀市，就佐賀阿媽那裡，每年的太平洋杯在那裡辦，太平洋杯，於是大家都有個共識。當然也是每個地方政府的默契，就你辦，我們都支持你這樣子，而不是大家。那我認為台灣目前已經造成這樣，我認為也還是有這個整合的機會啊。發動中國與台灣一定將一定好嘅自由比行天空，台東冇做嘅發展基本上已經打頭期嘅，西部地區咩還有發展的空間。台東跟其他縣市，我們有什麼優勢？我還是要講我們的天空優勢。所以我覺得這是台東真的，它完全沒有辦法，就別的縣市完全沒有辦法去複製的事情。因為你台東一片，你空氣好，環境好，農特產品非常的多。像譬如講你的茶、山葉啊，你的鳳梨啊、姜蔗啊，行行都係你的一片上配比冇的啦。所以講你一片呢，人情味，咩本人唱唔濟位啊，佢所以自家都營造啦。如果說自由飛，我剛才講過，只有花蓮跟台東可以自由飛，只有台東跟花蓮可以辦國際級的，邀請國際的友人來到福爾摩沙，來到東部自由飛。那其他的縣市，我認為就是就氣流跟消費者之間他們樂園，他們的那個當地的民眾的這個讓他們體驗，它是一種航空教育嘛。今年台南熱氣球嘉年華當成功，一方面證明了熱氣球安泰的魅力，另外一方面高演是咩行卡輕嘟嘟的，台灣的天空過得熱，我行卡精彩響應。站在我們專業推展立場來講呢，喜憂參半，喜的是遍地開花，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憂者良莠不齊，意外勢必會發生，這是我所擔憂的。一旦發生意外，是不是主管這些單位一出面遏制，那麼是不是大家都會毀到這個運動，或者消費者對這個運動不了解，認為它是危險的？往中間一點。看那多熱氣球做3萬盒，看得出民眾有幾想要比，有幾想要吃新鮮的東西。不過也將台東、台南兩個會所分別同熱天同寒天有盼。檢測過演示，韓國一年頭天主要熱氣球嘅時節，民眾點都會冇睇心頭毛，安全法定同管理，故會潮起毛。
热气球暗箱呢又想得到几久的呢？